最近南投水利四期梅花开甲长水，除了会使欣赏真水花海以外，咱乡亲嘛会使到附近的休闲农业区去进行各种农业产品的 DIY， 家己做就是啊。伫水利乡上安村，有一个卖馒头的人，教你要安怎做馒头，简单个趣味，有通食阁有通耍，真适合大人带囡仔去佚佗。水利上安村有一间强调上早所吹的馒头店，今年配合台大休闲农业区推出茶烧创意手做馒头 DIY。其实做馒头啊，它没有什么技巧，主要就是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，然后只要动用你的手，其实所有人都可以做出馒头，只是看你愿不愿意用心去做。最近水利信义嘛进入梅花开的季节，除了欣赏美丽花海，民众嘛会使选择伫附近的休闲农业区来体验各种 DIY。因为馒头 DIY 就有点像是捏陶土 DIY 之类的，那它是可以塑造自己喜欢的造型。那我们可以教你说，我们会的造型可以教给你，就是像刚刚游客有体验到的玫瑰花的 DIY 跟那个兔子这样子。馒头 DIY 会使食到家己所做出来手艺，有兴趣的民众拢会使来到水里。